多人入地高接里的故乡睇台中东市，不过一般人怕唔知高接里也个农业技术出现，佢当时是在讲系世界第一的。温带嘅里嘅是在加巴睇亚热带嘅黄山里木头乡，山龟含比原山地赚钱的1到2张日。发明一个技术的人，都系董事人张永生。年轻岁月嘅都系一个有量，唔会暗扛，唔会空铺，将研究成果同农民分享。虽然伊冇因为研究一个太富太贵，啥成就的产出21个高接里产业。也2个礼拜，罗粉丝王训勇爱推出高接里的故事，带大家去看高接里的生产过程，还有后辈的研究精神。路线来去看高接里的进化同高接里之父张永生。佢家下研究出来，所以第29粒黄山里我是感觉真荣幸安尼。农业一个奇迹啦，很大的奇迹。就是说，非常了解植物的特性以后，才有办法做到这个地步。台中东市唔单唱系太埔客家文化嘅冲劲，还开一个水果之乡。有人会喺高接里生产青多嘅蔬菜同发源地，有高接里嘅故乡，一个好名声。仍然少一百嘅高接里生产过程当复杂，当然叫到小营业，李农为先见吧。特色机同特太机啊，吼，安尼剪拍。以前留的吼，洗炖头咪剪拍。因为个以后吼，每样向都安尼保理接里的做些，特太机啊吼，接买接，剪拍，特色机啊咪剪拍，个距离吼，差不多1尺吼，留1支，安尼第一这晚接票就冇特质。除了方便以后做些，剪话先主要嘅目的係本麻薯嘅養分，實際發揮生態嘅效益。接得多。接起來看到安正，唔盼你剪皮吧，就一般利無太粒，賣無價，品質咪較無好，所以事先來剪到皮。剪話了後，李農通常也會落配微粒樹補充養分。兩種，兩種。一種苦類有啲糊係有粗有機啦，啲係果類啦，苦類啊。配合落結簽，當然也會無相關，就係為到愛本書見嘅每一層都有機會試到配。扣落公元前，李農就會無限接里，呢個過程也係高接里生產嘅精髓同清強嘅蔬菜。嗰啲土壤子地鋪剪到剪拍，剪拍了，安尼。落嚟就把人家接到，对啲人家木树的土壤资料呢，切落去，佢有啲上刻，安尼呢，安尼进口的地方，安尼，你标入去，下边搭落，了，用人家接太厉害的天火布，对了呢，切，切变米来，安尼，切变黑，了。防止佢講水來水蒸氣蒸發拍，安尼都完成人哋通作，人哋高接里嘅通作安尼。有經驗嘅李農，通常做半分鐘就是在接皮一拍，通作夾，唔過細節也必須注意。你土壤子安尼結天家己多接口裝當平，剪邊平平，來差別多。搭嘅水線個將存活率將會強，將會舒適，即係開發將會正，多類，因就要選配安尼。用黃山梨樹作為培育日本梨嘅麻樹，本亞熱帶地區也是在生產溫帶梨。呢種移花接木嘅方式，媲美接一擺就是得，因為溫帶嘅地方
必须到个人的环境将实的分化产生发芽，所以当然弄个接果。好比接到一粒下几摆，如果讲留个土长子出来个花，佢唔好太粒，细细粒不开花，不细细粒，安尼呢个接果，佢个味道不较舒适。接理解前一步，利用还要先处理买来嘅地方，也就是小地方。好啲啊，地方对日本国啊，啊今啲啊规矩嘛，啊咱就越木啲啊，小小头啲花苞啊，啲下包啊姜金量，一只啊小20片面，小拍，啊接到个太里当讲，给用个互相结合，啊佢就冇散。小好嘅地方，还要拖唔係接壤嘅上口蔬菜混合，防止花苞嘅水分流失，影響生長。透過混合嘅動作，已經是得將花苞嘅生存率控制到90%以上。目前利農所使用嘅地方以日本進口為主，農會當然攏會負責為農民來賣。在4月份嘅時候，先跟農糧署申請，送資料。日本方面今年咪跟今年農民的資料整理好，送過來，農糧署兩審核。7月份開始，檢疫官，台灣的檢疫官過去日本，會同日本檢疫官去到今年的梨園產地檢疫，看今年的梨樹有病菌冇。7月份檢疫拍的冇問題，等到11月份月底開始採收。按風序先採收，風序花苞結束，差唔多到新型的花苞，12月中旬開始入口。以上嘅地方，同本庫地擺等利用來量，上擺清楚表明產地來源，方便日後對照。通常以上地方是得建造5000個左右嘅花苞。已經開發大致嘅細粒，還有大粒，本嚟是得吸收較多嘅養分，因為可比留太多粒，以後嚟就較難睇，商品價值也就較低。太結啦，冇樹嘅時候，佢嘛大茄子，那邊接太裡變細粒，一聽到蔬果，從粒拍裡6粒，粒來講，我哋是要搭配時對東洋搭配啦，看粒太多好，那佢比講大粒用對東洋搭配，起好利形象那是留，原則上留3粒啦。大粒了後，為了提高果子嘅外觀價值，同防止遇到外力影響梨嘅生長，接下來就要開始保梨。這梨保起來是有2個原因啊。一個原因是佢唔會污染棚唔會頂，唔會幫污染棚頂發。一個原因佢會轉色，冇個漿色。你保梨有2種啊，有果色嘅，有顏色嘅啦。顏色咧佢煮較泡，個梨好雜嘅是較青皮，較類似刺眼嘅個顏色。你那種是細層枝啊，細層枝都成熟好雜嘅時期，較黃啊。立台以後，還要注意梨嘅生長情形，枝落隨時弄個小步。佢比如你慢啲太起來、捲起來嘅時候，我哋就愛來順啊，慢慢順到枝落來要爛孔嘅要較薄嘅嚇，我仲有個拖啊，個買較太重啊，佢比如你要搶葉，我哋都要買搶葉落，嗰條套上去一方面講表對。還有咧，日頭當忙啊，是他們6月份、7月份，日頭當忙哦，唔會曬傷。6月中到8月，經過按多個專業流程，果子梨已經是得摘咧。我哋就是日啲比較拖胎，所以講只要有啲地頭咧嚇，基本上向下幫人嘅寬鬆嘅，呢個都係。一般就看起來。個底部哈，個
饱满度吼，油大饱满吼，啊，将油熟安尼，吼，啊，今仔较慢饱满的是较慢辣熟安，佮较烤好的出来，像紧从外国紧进度紧种啊，系用所谓有效低温，所以讲逆湿度以上。开发到采收的时间有几多小时？看那个叫有效低温。今天来讲吼，这个节目期到采收来讲，可能做接啊慢接吼，做接太热是就差不多190日到200日。人员个辛苦变做丰收个利，进行分级包装了后，就是得运去卖。一粒一粒本人看到就像世界里，唔单唱肉肉甜土高，更加严肃的良性长球界农业技术。在我们的衡山梨上面啊，然后嫁接那个低温需求已经满足的那个梨的品种接穗啊，然后生产出那个高品质的梨。那这个技术在以前没有任何地区有做过。一位就会发明高接梨技术嘅东市农民蒋永生。本来佢係一位国小先生，因为阿公身体真唔好，佢卧病心外炎啦，冇法度做山河蟹所以我爸爸尽早的退休，提早很多年就退下来因为退到嘅时候去做山河蟹，加上种泰梨。冇教授了後。蒋永生經時間研究，同烏卡卡啲人轉做實驗場。我爸爸就受過了日本嘅教育佢對日文閱讀講都沒有問題佢對了園藝真有天美。我從看佢都研究個日本書園藝嘅書你那個選施肥啦，一些園藝方面的東西佢開始接受關聯嘅山河泰梨佢就自家去研究。每下蒋永生也到梨山漂研種溫帶梨，也頭個時節開始研發高接梨。梨佢會發展到個土長枝春天的那時大概。個土長枝做下剪配，就是為了土長枝剪配安尼丟棄感覺真打爽，所以佢都試驗過拿來我們卡個中科那邊嘅平地衡山梨嚟接落試看看嘅。高接梨，嘅話花苞一定有表面一定要有蠟，所以佢用人工嘅用冰庫嘅方式佢們已經首創了。到7.2度攝氏7.2度，1400點鐘，它的休眠就完成了。所以兩下面佢開始去試驗出來。我們沒有冬季的低溫可以打破休眠，所以這個部分以前也沒有。後來是因為中橫開發了梨山上面有梨的接穗，然後經過冷藏以後打破休眠，然後才可以嫁接在梨樹上。研究過程，蒋永生含照朋友共下講業，國下到經驗時期，成立台灣體界高手研究班。佢都發現這樣嘅高接這樣嘅事情真有天美是來做，佢普通時就有其他嘅好朋友嘛，咁就做農嘅佢就一齊嘅咧。當時有3個東西。中科、新社較社國，中科、新社社國三位嘅有心意概念。今像開會有開過幾下擺咧，但是上頭咪開始就關心，包括青島單位啦、親自單位攞嚟收集咧，咁佢確實來了解了，佢確實係講研究咧農業部分，冇成啲話違法拖開會，人哋又冇辦法。我就先場來做一個班會屬於農會嘅，即係個官方方面咧，安尼是合法嘅，所以將我做一個研究班啊咧。
你喺台灣鐵嘅？係鐵板。民國65年，蔣永生所帶領嘅研究班正式發表高接離技術，做頒獎家己有無抗破嘅心向，所以無去申請專利，顛倒3萬到其他農民，甚至因為安尼，冇時間好好照顧到自家嘅利益。家人是想講，你都自然安尼搭啥用下來，有錢就算搭啥穿安尼吼，從來唔會想講來做啲專利。伊屯倆個研究嘅所有嘅成果咧，都公布出來，好限交農民，好因為公民上講就高接離嘅，有讀到技術咧，吼唔曉嘅問題。全部把文獻種下嚟搞。伊個心講，大家共下來研究，嚇，一起來成就這件事情，安尼嚇。所以個心思就變到兩位嚇，讀書啦，同大家開會啦，研究嚟的。所以佢喺三方來說嚇，顛倒較無個按生意的對，無按注意的嚇。所以因為佢病蟲害吼，一到馬上幾年，總係到病蟲害。蔣永生無視風險嘅精神，同堅定研究高接離嘅故事，大家攏知，日本其實教書嘅學校變入鄉土教材地帶。給奮鬥的過程給學生有一個向上然後集合很多的像農業的一個技術，還有自然生態給人一個想法，然後結合我們當地的大概客家人應景的精神來為怎麼學生來學習這先人的智慧。民國82年，蔣永生過身，是到63歲，一位夢想家嘅生命就安尼結束。不過，佢所研發嘅農業技術，怎麼因為安尼停落來，還近來更進步。目前，全台灣將高接離嘅企業，包含台中東勢、石岡、新社、和平、后里、豐原、苗栗大蘭、太福、通霄、三灣、新竹新埔、宜蘭東山、淡水、台東卑南、關山、嘉義竹架、彰化二林、竹塘嚟到蔬菜，面積有4700公頃多，原產期國家係2億。東勢鎮高接離面積大約有2800公頃左右，好比1公斤50克的時候，一年的總產量差唔多有4萬公噸雙條係差唔多有20億。高接離嚟講，將東勢所有水果加起來，差唔多有7項嘅產值。東勢嘅經濟部分由於離經濟部分就是馬上提動高，跟家己啊配出來，所以東勢到60年代到80年代嘅時節大概種離就賺到多錢。所以講東面嘅讀到鐵通來講，所以順海動態，但是福建農業就是因為嗰是大基礎農業。安尼東勢鎮慢慢順環差有90億左右當然就有起有落差唔多平均就維持差90億左右。高接離到15年前、20年前嚟講，假使咗冇賣差唔多1公斤嘅時候，總就賣到8公克。所以東勢鎮所有嘅順環，大部分仲係高接離帶來。因為高接離技術嘅出現，本屆當時差唔多無法度維持到世界處理農民有新嘅希望，挽救經濟經濟同產業，國家帶領台灣農業技術向前邁進。高接離是利用農業技術克服天然環境的不良就是天然環境不適合種這種物種的時候，利用我們的農業技術，然後去讓它能夠順利生產，這是我們國人勤奮的那個表現。目前高接離技術已經當進步，
当然经济规模有4000万亿，实在只是几40万人嘅生活。因讲前人种植，后人加任，张永生生前3万改良林业技术，还将成果同大家分享。安尼嘅企图，更加为台湾农业开创新局。